係大家好啊！今日係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為大家介紹呢個單位，位於太和火車站商場鄰近嘅太湖花園。咁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63尺，兩房嘅設計。咁單位都有裝修嘅。咁啊，帶大家睇睇啊！呢邊客廳、燈飾、飯廳。佢用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影得個廳相當大。洗手間係用企缸嘅設計，用嘅材料相當唔錯嘅。熱水爐、浴櫃。睇睇個房間咧，個房間係相當開揚，望山景。咁有床啦、櫃、燈飾。咁另外嘅房間係單邊嘅，相當開揚。一張子母床。櫃、書台，多謝晒大家！如果有興趣嘅，俾電話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啦，多謝。